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也》，我是吴依勇。讲到太极拳呢，可能大家都可以比一只样式出来哈。特别讲，有一只太西瓜对地图炮一般，不过当然冇咁简单咯吼，也有几多嘅学问。啊，屏东从此呢，有一位客家子弟，以10岁就开始拜师学太极拳，很淡呢。虽然韩国后生以12年前2010年攞得到世界杯太極拳金球赛嘅金牌，很代表國家級教練嘅身份。我哋今日都有請伊來同我哋分享，歡迎梁國倫。主持人、電視機前面嘅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縣嘅梁國倫。啊，國倫係從事泰嘅哈，係從事泰嘅。初行嘅韓式，係從事泰嘅啊，唔久啊，我哋從嘅幾個書，同埋係幾個書，我爸爸媽媽泰嘅地方，同埋嘅哥哥鄉下安尼，其實我嘛個書也好，從事項嘛好，攏係熱咧，兩個總頭。泰嘅生意呢？哦，嗰時候爸爸媽媽帶睇過書，裡面都使去從事，嗰時候睇從事泰嘅安尼。哦，啊，更加路睇屏東。係，今仔我也問喺嚟屏東市，喺做些啊，都教啦嗬，教體育，教太極拳。係錯。啊，當然首先，如像我頭都講嘅，我哋對太極拳呢有個印象嗬，頭擺如果按嚟講嘛嗬，某個西瓜破一般。你可以先同我哋講一下太極拳到底係用哪個運動冇？太極拳對我嚟講啊，吼，大家因為伊係有氧運動啦，吼，啊，其實啊，吼，係可以因為對象去調整，好，比如說小朋友呢，我們會給他，因為他們在肢體發展上可能需要更多的這個功課啊，那我們給他這方面的。那但是在成人呢，可能在一個律動協調上面，哦，那他其實也是很適合。那在長者呢，那其實他們的一些他們的強度就必須要做調整，哦，所以其實太極拳，它其實是一種。不管是運動態度或者一種生活方式啊，其實它都涵蓋着很多，它不一定是很單純人家認為的武打啊，或者是說，只有老人家他們可以做從事的這樣子的運動。對我來說，它應該是這樣子去詮釋，它會比較好一點點。最接談到人對太極拳的誤解係乜嘢啊？誤解誤會是什麼？哦，都有太多的老師啊，吼，都學拳擊的去挑戰太極拳的老師傅啊，更早以前太極拳可能可以拿來跟人家做一種好像比武這樣。對，可以，但是其實演變了400-500年過後，其實到了現今的社會，其實它已經不太走向說要去跟人家比武格鬥的部分，反而是比較再多是內心的修養、身體的一個修煉，然後一個吐納的調整上面的一種運動模式。你的意思是講，很多人會以為它就是一種武術。古時候愛同人比嘅，嗰種人我也能想，嗰種就看天樣啊，張三豐小說，以為他就是全貌，其實，花一點點時間去了解他，然後去體驗他，其實，大家都會知道我們老祖宗留下來這個很寶貴的結晶，它是什麼東西，然後在人的一生有什麼影響，對，我感想是這樣子。唔過我嗰上一啲，我上可能嗰度觀眾咪上一啲，因為我哋嗰度誤解嘛。如一般我想講，老人家那會學太極拳，唔能會10歲，如有一個機緣去學太極拳嘅咯。嘛，都韓式啊，都幾好同啊，
还无法度坐伫隔边，因伫看书，因通欣赏迄爽课，那又是那拄过孝东的生日呢，那拢以前汉细的时阵，同主头拄请来个原住民的同学，同主头哦，日头过台的时阵，那拢喊出来，打碰球的啊，还在做乜嘅啊？他们可能都在家里看电视，什么吃午餐了，我就冲去他们家，把他拉出来说，走打棒球了。我就是这样子的小孩，很好动。那所以我的老师，他其实也看我就是很爱动，然后刚好有这个机缘，我的启蒙老师李顺香老师，他来到我们学校这样子，然后推广这个运动，那我们导师就二话不说，送我们出去。跟着老师去比划，去学习什么叫太极拳这样子，那也是刚好我的国小体育老师洪文杰老师，他也很支持我们去做这项运动这样子，所以才有这个机缘碰到他，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子。刚还记得一开始看到个太极拳的时间，係乜嘅感覺嗎？迄嘛感觉，我像鬼厉害一样哦，我用太极张三丰安尼，结果下去的时候，今天鬼像公园的录音架呢。一开始要我安尼想，一开始安尼想。咁侬要想去继续学咯，想讲也唔免安尼生人的好嘅东西。图好动啊，2选1，可能我在教室里面还是要出来，跟着老师比划这样子。那当然我就选择了出来。跟老师比划这样子，我就看看说，这个就想说试探他，这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多去感受到什么的这样子的运动。刚刚以后的时间，你够有天分哈？蛮无啦，都填啊，都尽量甲做好啊，可能老师讲嘛，加强下做填，可能可以做以后都尽量做以后安尼。咁乜嘅時節開始去比賽嘅？乜嘅時節都差唔多喺6年前嘅4、6嘅時陣。你學差唔多2年。差唔多學2年。老師講啊，伊咧比賽頭路學起嚟，拄啊好有比賽，拄講同埋報名去參加。試過咱先我拄過。享受啲嘅，他講人咧看講伊咧人打太極拳嗰種氛圍。係啊，第一擺去比賽。成績好冇？第一擺啦，攏迄了嘅迄高嘅啦。你自己嘅經驗嘛呢？冇乜嘅成績。唔過你有享受到，感覺講即個過後。睇家人係看眼，打太極拳嘅感覺。咁家有想講，咁係下禮拜你繼續學下比到韓國好嘅名次，我安尼想下。迄唔會安尼想啦，迄還有機會都試看下先。老師有來都天天運動安尼，差唔多安尼嘅心態啦。家下你去想講好教嘛，你應去教，唔過你一路。你安尼應學個，到高中大學還係應學，冇談過。中間有像國中嘅考試嘅時陣，上高中嘅時陣有談過一些時間啦。到高中嘅時陣，你感覺講生活嘅重心嗰種冇係咧。到平常高中，規日都攏喺讀書，唔知做乜嘅，俺老師又過來請來，他說梁高倫要不要回來練拳的啊？這樣子，我想講，今天嗰種冇乜嘅重心啊，我要規日繼續學，安尼，引導太學安尼。咁幾擺拿到世界比嘅太極拳金牌賽冠軍，剛下一度賽。你是太后兵呀？6，你是6歲。太后兵呀，1年還2年去嘅。家下係乜嘅感覺？去比，也係太極拳算全國嘅比賽嘅嘛？錯啊。係第一擺去安尼嘅比賽，安太比賽，你拿到金牌。
冠军安尼。系啦，哦，算是很幸运啦。安强。因为比赛前拄啊好，伫遐食迄某个东西，食了都市通。哈？比赛前？嘿，又有发烧呢。哎呦。又有发烧，嘿。哦。去看医生，看唔会好，结果住院了4天，整个身体很虚。在比赛前遇到这个事情，这样子。哦。假如怕你想讲，我也摆无机比的。哦。不过很幸运的，比赛前身体康复了，这样子。想说，虽然住了医院4天，但是想说，还可能拖着身体上去比赛，那我们就还是去试看看，但是就是没有抱着任何一个体态对，然后上去，所以就还蛮自在的展现自己啦，就把自己现在剩余还可以多尽力的，我们就尽力上去，结果还不错的成绩，虽然真的很幸运这样子。刚他比迄个呀，有讲过我今天其实状况还不错，还迄讲比迄个感觉，害怕无希望。能打完加哈迄嘛个想法？我打完，我记得我也没有觉得自己的状况很好，但是我就是一个不管是心态或者是身体，就是很放松、很尽力的去，然后也没有非常期待说裁判给我的举分很高，然后得到金牌都没有，我就是想说，好吧，我们都有报了，那我们就尽自己是一个选手的一个这个任务义务，去把它尽力去完成这样子，对，这样子的心态而已，古种无算得失心过过诶，按期哦，好看，一堆限速，我比赛前生大病，结果很像人家武侠小说底部写，用2分功力啊，得到冠军的哦。要拄好太起拳哦，嗰種迄尾尾同嗰輪頭都講誒，嘅神法方式，也跟運動嘅哲學哲學有關呢。我哋聊一下天，加繼續來搶高嗰輪。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今日我哋呢來賓係太極拳嘅先生梁國倫，好多國倫有分享嗬，伊係去參加世界比太極拳嘅錦標賽，結果呢唔過狀況唔好，沙漢得到冠軍嗬。我相信也學太極拳按長嘅時間，要參加過幾多嘅比賽啦嗬。參加比賽我感覺對伊啲選手來講，其實壓力真係大呢。唔希望你去調試，如果唔清唔好嘅感覺係嘛嘅？冇錯啦，韓式時陣比賽都睇真係比幾多比賽啦。但是我也不會特別去想說，這場比賽壓力很大啊，或者是說我該怎麼樣去面對、去挑戰這樣子。其實無數次的比賽之後的測試，其實覺得，反而是讓自己不要的這麼的過度的緊張，或者是過度的去要求。反而會比較好的一個結果。你感覺也同做嘅一個運動形態有關嘛？就係我感覺講一般嘅運動都係會很爆發力，不過太極拳都係唔假是我的想象啦，假是冇親下來，好像很難把它表現好。按呢哈？今天圖像主持人講嘅按呢，因為過於跟不及，其實剛好在太極拳的這個給我的道理之下，也是這樣子。
所以相对的拿去比赛场的时候，其实也得到了验证，就是不过于跟不及，这样子的去展现它，包含我们的练习的强度也是不要太过于，因为过于有时候其实会让自己不管是身体肌肉陷于很紧绷，或者是说心理陷入在一个很焦虑的状态，这样其实也是不好。那当然也是不能说太消极的去面对一场比赛，这样反而是觉得说跟着自己的生活的步调，然后跟着自己的计划去做练习调整，常常效果都还蛮不错的。虽然讲迄太极拳啊，不过我像我上面有去查一下哦，如果其实有非常多的招式嘛，嘛个杨式、陈式啊多种，好个也都有嘛个转弯哈。我汉细时阵迄学到杨式太极拳，木易杨那个杨式，因为迄也蛮睇台湾好多人睇挺普遍的，普遍的打太极拳。那其实，在杨式太极拳更早以前是叫做陈式太极拳，那它比较是我们所谓太极拳的原型，然后它比较不像我们现在一些长者在从事的杨式太极拳那样子的风格啊，它有快有慢，甚至会有爆发力的展现，甚至一些跳跃，甚至一些比较难度强度高一点点的动作。那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还蛮适合我们年轻人或者是一些30-40岁的一些成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所以一直这个大家的旧观念以为太极拳就是长者，我就觉得很可惜。这个旧观念如果一直让我们接下来的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人都是这样的观念的话，那我很害怕，就是这个我们祖先的这个瑰宝很难把它留下来。这样子。古种如果影响来推广安尼，想要推广，我上面啊，伊边要放果轮嘛，我上面想讲，可能都以打太极拳来用的嘛，会差多哦哈，有可能导演。陈氏太极拳，嗰种38式，系咪？对我哋一般人唔晓得的人，當然分唔出嘅38式怎麼分吼。不過我看到佢學到路係，其實伊有幾度，唔講短暫時間突然出力，吼慢慢嚟係又毛分會出力，韓國有幾度。規個長路係骨輪的呢，都是蹲着。不過我看起來非常強壯。大家有按你骨輪都低嘛？為什麼要發半蹲？就是很難啊，因為我個腳呀吼。不過我規個看起來係非常強壯的，規個去做行雲流水一樣的動作，都非常難。嗰時候學太極拳一開始，係咪都係按呢常常的苦馬步、蹲馬步？一開始係要練習嘅下。那應該是比較傳統的方式，他其實的目的應該是說，他想要讓學習者的下盤是很穩的，那有很穩的下盤，然後中盤的引導，然後在上盤的動作，其實這整個身體的一個很協調、很完整的運動才會做出來。嗰個下盤都係基礎都會再來安尼。對，所以一般人都會想到練馬步，就覺得這個運動好辛苦哦，不要了。其實這個下盤我們生活都用得到啦，比如說我們要站，要走，甚至要跑，甚至要跳的時候，其實我們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其實下盤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一個能力了。所以這項運動呢，特別在現今這個社會太極拳它蠻強調下盤的一個穩定性，核心的一個穩定性。這樣子。迄個人都細時因為因太都低哦，假使你腳有力，你規個當個如果夠強壯，假使下盤很美麗的時間，你如果感覺有個酸軟痛啊，有切頭痛啊嘛嘅嘢，將頭都打在骨嘅時間，嗰輪都有講到，其實主要更加係搞細人嘅，唔係人哋一般想象嘅中老年人。
度，你去教細人的嗰度，你有一啲你嘅想法係咪？因為我都喺韓式學嘢咧，太極拳學來嘅，所以我佢清楚講，嘢對細人有乜嘅好。都像我韓式其實佢幾好動啊，係啊，都能不要在教室，我就盡量在外面，我也不管太陽多大，太陽都沒有我兇，我都在外面跑這樣子。那所以，那太極拳，一直給我到現在。在小時候的記憶裡面，就是我原本是一個很好動的小朋友，但是我可以因為認識他，我可以比較能靜得下來，然後專注，甚至我的思維他都被受他影響了，甚至因為我愛運動，那其實我在運動的過程中，太極拳有一些很多的。不管是要訣或者是理論，它也影響了我一些很多正確運動的一些方式還有觀念。所以我跟一般人不一樣，就是喜歡教小朋友武術或太極拳，就是因為我會希望，只要是人，都應該要從小養成一個很好的正確的運動的觀念，或者是影響他的一些認知思維這樣子，一直到大了之後呢，才不會說我們現在常常遇到的一些問題、一些疾病、一些困擾，這樣子，所以其實應該是在教小朋友一些好習慣才對了，而不是好像我們到了高齡的時候，在人生的後半段的時候，然後再去急救自己的狀況。可能這個觀念不太一樣。你做得舉例嘛？如係學到嘛嘅係也個太極拳呢，這些哲學影響到你講嘅生活方式啊，面對事情的方式啊。然後你現在想要教小朋友，有什麼例子是你感覺給太極拳的哲學影響到你？太極拳就是陰陽虛實剛柔，那一般人大家都會這樣想，然後那小孩子的身上就會有，我有看過，很不動的，也有看過很過動的，那這兩個族群的家長常常都會找上我的教室，然後送來給我去做訓練這樣子，那就像很好動的小朋友，我們該怎麼樣給他？一般的家長都會認為，就是說，他很好動，那我就來學太極，他可能就會慢下來什麼的。但事實上，我的觀念跟他不一樣。我的觀念是跟他說，就是太極拳給我的想法是，這些好動的小孩子反而需要給他更多的動，一直持續給他動，等他動到他自己的這個領悟產生了，或者是體能極限的時候，他自己會回到動靜之間，然後求到自己的平衡，而不是不順着他的發展，然後讓他強迫把他拉回靜的部分。所以這也是太極拳給我在教小朋友的一個啟發，還有引導。那其實在我的教室的小朋友的實驗下，其實都得到蠻好的結果。咁你冇強用細人咧，教人的方式都冇強用下。當然在個別的時候可能會不一樣，但是在我們在團體教學的時候，的活動啊的內容啊，其實都是差不多的。那在個別的一些指導的時候，會稍有因為個別的差異。然後有不同，這樣。嗰個你的意思係，就算睇好痛嘅細人咧，但個唔可以去身體個打唔開嘅細人咧，就算學強用嘅太極拳，伊能如果有個平衡嘅情形，就是學到後來，他們都可以比較平衡。都可以回歸到就是能動就動，能靜能靜。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其實都還不錯的效果。
高轮如果有心吼，希望讲以后的研究按好嘅太极拳按那个运动可以继续来推广。啊，伊嘅推广如果从细路开始，从细打基础，那我们讲按那个多人吼，如果做这种很激烈的运动吼，啊，输爽都落的呢，然后来学太极拳手部，伊想要反转按那个情形吼，从细路开始如果唔会输爽。每起每到你的动静之间可以平分，刚俺的了解下听过继续来，像高轮同俺的分享以太极拳来再好。欢迎到进来福喜来嘅，我哋今日的来宾係太極拳先生梁高輪，高輪同我哋分享到以教學嘅一條理念吼，我講嗰次咩喎，因為對我哋嗰度誤解嘅人吼，如果想講冇想到新人咧來學太極拳，其實有幾好嘅效果吼，因為人家考試會頂上講過講，堂頭家長講新人咧，好像過動嘅新人咧，睇教會講過幾多吼，唔過有可能係太人講過。大人覺得煩，不是小孩過動，所以有可能會按的哈。啊，不過學太極拳，你都感覺講，聲音呢其實可以比較平衡，唔係講太過動，你就把它弄安靜，唔係按那個情形哈。係加入好的發通一路可以尋到，給平衡唔單單係外在的動靜，可能內在咩動靜也可以平衡。但是從細路可以發。唔可能太也面對嗰度事情，唔嘅處理方式沒有咁強用，對唔咩係按那個影響，係咪？就學太極拳，讓你在你的生活哲學上，好像也會不太一樣。哦，太極拳其實不再是以前解釋的武術而已了啦，它真的對我來說，就是我從12歲一直到現在，真的26年、27年這樣子，它。不是只有我換上道服，然後打了才給我一些事情，他真的也教我很多一些道理在，不管是我自己人對自然，或人對社會，人的之間的互動，或者是任何的環境，或者是一些事情，或者是抉擇，他都給我一個很好的引導啦，很好的引導，然後。都有不錯的一個結果，這樣子。當我就是很無助的時候，他總是會偶爾給我一些提醒，不要說是做出最好的一個決定了，但是，卻往往都會讓我比較安心，比較滿意，這樣子。佢係乜嘅喏？佢嘅提醒係乜嘅？就是。因為太極拳常常覺得就是兩極嘛，就是或者是想說黑白，那其實就是有時候法跟道德一些很兩難的狀況的時候，那太極拳給我就是說，它其實黑白之間還有一個灰色的領域，那有時候可能為了要讓某個好可能。會稍微過來黑一點，那有時候又要讓比較符合另外一個人的期待，那又要到白一點，這樣子，其實蠻難去做一句話就很難去解釋它了。如果他也會發現到嗰度事情沒二分呢，唔學到太極拳，如果講我用呢。要兩片，如從頭都會動靜，其實它不是非動即靜或非靜即動。如果要低動來可能有一個素材，我可以悠游自在睇要兩片。對。其實你做線數咩幾多嘅幾長嘅時間？要低動，當然都有講到講，太極拳本幾多嘅好處，發現到嘅。唔過做線數都係個辛苦嘅事情啊。
这中间有想过会放弃哈？当然是有啦，当然是有但每次经过都是换个心境，然后不同的时空，然后有不同的一个感受。就像太极拳，我小时候会这样子想，它是怎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在我大学期间这种年轻气盛的时候，我对它的解释可能又是不一样。包含到现在对太极拳的解释，或者是感受，其实也都一直因为每个阶段不一样而不一样，所以一直在做改变，一直在做那个，但是这核心没有离开，所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那个感受，所以其实一直都在变，这样子。你也哈搞新年的，没有带新年的去比赛没？有吗？可以影响过此类事情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带新年的去比赛？带新年去比赛我最小的选手就是大概5岁的时候参加了他第一场比赛。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很想要把太极拳带到小朋友这样子年龄层的领域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希望他在一个场上曝光，让很多人看到。不管是观众或者是一些长辈选手会看到，所以其实小朋友也可以打太极拳，而且还很可爱，很吸睛这样子，很有趣这样子。好，那可能就是他还很小吧，所以他一上场，好吗？应该不是说一上场，是还没上场，在场边看到那个环境，大家在看，然后等着他上场的时候，他紧张到在场边爆哭，那哭的声音让全场的人都听到这样子，然后反而是先这样，还没上去打，成为焦点，就是在场边已经先哭了，成为一个焦点这样子，所以我也赶快过去安慰他这样子，然后跟他讲，我说没有关系，你都不要理这些阿公阿嬷，你把老师教你的东西，然后站在中间，演出一次给老师看，给你朋友看，这样就好了。不要管那些其他的坐在那边的裁判老师，都不要管他，这样子。然后我很开心的就是，他真的不哭了，收起眼泪，然后就到了现场，然后把他演示完了。然后但其实他也把他最好的做出来了，这个样子。我说安尼的经验其实都心理素质提高对，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让他，其实他也是原本家长跟我说是很内向的一个小孩子，但是他做到了，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我会觉得当他的师傅的，我就觉得非常的欣慰，这样子。咁还有國外嘅學生嘅啊？國外有咧，也是因為這是疫情，然後回來台灣，然後躲這次的疫情這樣子。那個學生是因為我都開的是團體課，那個學生他是一個現代舞者，我了解到現代舞者之後。也知道說他對動作的要求可能會比較高一點點，所以他根本沒有考慮我的團體班，然後自己跟我誓約說，老師你什麼時間有空？我想要上1對1的太極拳的課程，這樣子，我也想說，1對1我們通常都1個半小時，他說老師我不要，我要一次3個小時，我要一次3個小時，我有什麼問題我會需要跟你請問，然後請老師幫我修正動作什麼的，所以。這樣聽起來我都蠻有壓力的，他好像真的要學到一種程度這樣子，對，那也真的就是我們每次上課都一次3個小時，然後而且我們是這種運動的，看起來會很累，其實這樣上起來大概15堂課過後，他也真的都沒有很累過，甚至我坐下來休息的時候，他還在做他的動作的練習痕跡這樣子，那當然那時候疫情的時候3級的時候，我們中間有停一段這樣子，
但是后来又可以恢复的时候呢，他回来学，马上回来学，结果都没有因此而就是动作忘记了，或者是功夫掉了都没有。就这样大概15次到18次的课之后，把一套程式38完完整整学完了。然后打起来也真的，我觉得真的也是有模有样的，跟他的跳舞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一个外国回来的一个现代舞者。现代舞的舞者上回来学太极拳。今日要教嘅按到學生嘅，即個要打太極拳研究，你感覺真有成就感係嘛嘅？推後生一本來回饋啦，當他們說，老師，我真的，因為我教室在3樓啦，就是老師以前我剛來上課的時候爬這3樓很累，因為這邊沒有電梯，很累。但是後來，爬上來之後都不會喘了，不會喘了。甚至跟你上完1個半小時的課都不會累了。甚至他們也跟我說，我們去爬山真的也不太輸人的。然後還有一對姐妹，她們姐姐就是常常，一個月有30天，她有20天是在感冒咳嗽的那種狀態。以前，那家長送來給我之後呢，我後來也沒有去多問他說為什麼每次繳學費都繳最快的，然後學習出席率也是最高的，我也沒有特別去問他。然後後來經過他們聊天什麼的，才知道說原來是小朋友的這個感冒的情況已經大大的改善了。就是小朋友之後呢，都不用隨身攜帶一整包的衛生紙去擦鼻涕啊，然後他的過敏這樣子，就是整個感冒的情形還有過敏的情形都大大的改善了這樣子。所以不管是大人啊，在這個下盤啊、爬山啊的肌力增加了，然後小朋友的這個過敏的情形、感冒的情形，體質得到改善，都是對我一個很好的一個成就對成就感。對，所以伊在教運動的身上，當然學生的身體變好韓國唔但像係身體，韓國心肝度心理也變好。一聽都係非常大嘅成就嘅啦。非常感謝高倫今日同我哋分享，唔嘅太極拳嘅節目，非常感謝，多謝。多謝主持人，多謝電視機嘅前面嘅觀眾朋友，多謝。多謝。咁最尾呢，請鄉親也記得向恁欣賞好好運動。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按讚，韓國聽業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